大家好，我是杨无敌。现在呢是11点31分，给大家录制一个午间的复盘视频。在录制午间复盘视频之前呢，还强调一下骗的问题。我不会去主动关注任何人，也不会去主动联系任何人。我既不想挣你的钱，也不想骗你的钱，因为我是一个干净的人。说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的话，咱们言归正传，说一下今天的盘面。截止到目前为止，三市的成交量加在一起呢是1.3万亿左右，可以说这个成交量对比昨天同一时段成交相比，量能放大了210个亿，量能略微有点放大。而整个指数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上演了一个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目前为止在一上午的时间全都是绿盘的状态，创业板指下跌幅度超过了1%，下跌家数的话是3000多家下跌，2000多家上涨，基本上下跌家数略微多一些。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亚太市场都表现的不强，包括港股市场方向，包括亚太的一些其他股指，目前为止都表现的弱一些。而整个 A 股上在今天一上午的时间，绝大部分整个沪指方向其实还是红盘的状态，表明了整个指数至少是沪指方向强于其他的一些指数。那面对接下来的走势里边该怎么看呢？接下来呢，咱们结合一下分时图形和 K 线图形，给大家进行讲解。这是整个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形，面对整个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形，很明显是蓝线在上，整个黄线在下。一般别的软件的话是黄白两条线，面对这两条线的话，一个代表权重，一个代表的个股。很明显，今天权重的表现要比整个个股方向表现的要强。面对权重，我在我的交易日本里边表达过，特别是在昨天收盘视频时，我给大家表达过，最近的这种10连阳的走法，明显是不谈协同作战。面对不谈协同作战，整个这个蓝线，也就是别的交易软件上的白线，大概率代表权重，权重代表什么？代表的不谈协同的一个谈。而整个这个个股在黄线的这个在下方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的不谈协同的步，也就代表的步兵，一个是坦克，一个是步兵。很明显，今天坦克表现的比步兵表现的要强。不谈协同作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利用这个进攻到重要关口的时候，利用整个权重打掩护或者是进行突破，而步兵有可能会在侧翼进行这个侧翼的时候进行配合。所以说形成了不谈的协同作战。面对不谈协同作战，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个股票市场基本上在10连阳的过程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面对表现的淋漓尽致的不谈协同作战，本意是在进攻，而并不是防守。而且过节之后，随时随地有可能还会有个高开。只不过今天整个上证指数走的弱一些，临近中午的时候出现了绿盘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是亚太方向走得太弱，造成的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冲高回落。接下来呢，咱们讲一下了港股。面对整个港股方向的 K 线图形，目前为止已经下跌幅度超过了1.1%，可以说整个港股方向走得非常弱，造成整个 A 股上也跟随整个亚太股指也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可以说 A 股上在今天权重的护盘的带领下，走的比整个港股方向强的太多了。毕竟要赌节后的一个开门红，所以说面对接下来的走势里边，我认为整个港股方向表现的弱。如果说继续弱去，并不排除有可能今天整个 A 股上会终结11连阳，大概率在今天有可能会收一个绿盘。面对绿盘以后，我认为也完全可以进行低吸入手，然后押宝节后的一个高开。毕竟现在交易的过程中，每个月份的开头和每个月份的结尾都容易出现红盘，所以说2026年开门红的概率，我认为在主力中压就绝对控盘情况下是有可能产生的。所以说面对过节之后，一定会有一部分资金抢筹选择赌一个开门红，包括这一波的10连阳拉上了以后的话，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加速赶顶，而且不谈协同作战还没有迎来高潮的时刻。所以说面对接下来走势里边，即便整个港股或者是亚太股指走弱了，整个 A 股上被被动的拖累下来以后，我认为也是低吸押宝过节之后高开开门红的可能性的概率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港股方向的看法。刷了整个港股方向的看法之后呢，刷整个黄金。面对整个黄金方向，今天的表现明显强于整个白银，白银今天是单方面下跌的，拖累了整个黄金。昨天我跟大家表达了，在黄金漏付方面，我有一个开仓动作，截止到目前为止早盘的时候是高开高脚打，然后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如果说在昨天你跟我同步进行低吸，然后在今天早盘高开冲高的时候，你优化部分仓位，应该是盈利的状态。那面对整个黄金方向，目前为止在整个白银拖累以后，接下来的走势该怎么看呢？我认为在短线级别上，整个黄金方向在这个位置大概率将有可能会是一个震荡，参考这个位置。
短线级别上有可能不会再加速进攻了，因为毕竟白银方面刚刚加速进攻结束，已经站上了80美元一盎司的上方，以后出现了一个回手，所以说面对整个白银方向，如果说出现回收以后，整个黄金方向大概率的这个需要整固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够进攻呢？要等到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消息面的变化，比如说美联储的新任的主席有可能接任的是谁，包括接下来欧洲方向有没有可能会传出一些消息利空整个这个归属呢，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有多么大的利空，利空一旦出尽了，接下来就有可能是利好。整个贵金属方向在2026年的逻辑基本上是不变的，应该会越走越强，因为很多货币，无论是美元也好，英镑也好，欧元也好，还是说很多货币也好，在我看来的话，未来都有可能会转向整个贵金属，因为贵金属就是天然的货币。整个牙买加协议在我看来非常的脆弱。这个黄金方向的看法，刷了黄金方向看法之后呢，刷整个这个中韩自贸区，面对整个中韩自贸区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有消息面，在昨天 A 股上收盘以后的话，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邻居小明的话要来。面对小明要来的话，中韩方面很有可能会传出一些利好消息，因为不能让人家白来。所以说，面对整个中韩自贸区这个板块，并不排除在过节之后有可能还会有惯性的上涨。所以说，面对整个中韩自贸区这板块，我是看前高的。面对这个板块，大概率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升温。所以说，面对整个中韩自贸区这板块，并不排除有可能会挑战前期的高点。毕竟消息面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板块出现一个异动的。大家要知道，在小明明上来以后，现在中韩之间的关系开始急剧的回暖，这个是你要知道，跟前任不同。前任尹卡卡的话，他非常的情绪化，包括文卡卡对他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就是这个尹卡卡这个人的话很情绪化，不适合去做一国的君主。你要知道，做一个一国的君主的话，你是绝对不能情绪化的。情绪化的话，会给整个国家和整个人民带来一定的灾难。一个人可以情绪化，因为你只影响你自己，同时你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这个人我不喜欢呢，我就拉黑；这个人喜欢，我就跟他多接触，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你在体验生命。但是国君不可以。国君如果说情绪化的话，很有可能会使国家和人民陷入灾难。所以说，国君是不能情绪化的。那面对整个中韩自贸区这板块，在我看来的话，很有可能过节之后还会有利好消息。毕竟在它来的期间，就是整个 A 股上未来开市的期间。所以说，面对整个中韩自贸区这板块，过节之后是有可能还进一步进行走高的。这个中韩自贸区板块的看法。对于今天的复盘视频呢，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边，咱们晚上再见。